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今日我今日要来看下来做萤火波比同一同嘅运动。今日要来做点方嘅运动。今日我欢喜我哋咧瑞文老师，他来看下来做运动啊哈。我哋今日来做嘅係看到喺我天下一片有瑜伽垫哈點嘅，一個呢去運動行要去買到嘅點嘅哈。而家我哋都坐頓嚟嚟，對對點嘅行嚟做運動。哦，坐頓嚟嚟，一片咧坐頓嚟嚟哈，有個厚度哈，按去前佢都差唔多嘅瑜伽墊如何嘅哈，有買到嘅。好，像坐頓嚟嚟，我哋今日都嚟做純站的運動哈，純站的運動裡面呢哈，我哋都想完全運動之前哈，我硬高一些哈，我哋都可以掃掃啊，按嚟掃掃啊，腳掃掃啊先，比有一些熱土哈，按嚟掃掃啊，掃掃啊，一腳切頭啊哈，咪可以掃掃啊，按嚟比手一下哈，暖身一下，慢慢嚟做一下落嚟，瞄一下腳按嚟哈。好，今日我哋嚟介紹一個身體嘅哈前彎，身體往前彎，一個精神呢哈，如果用一個壓下去，用肚式來壓下去哈，安尼用肚式壓，呀不會那麼鼓鼓哈，讓平平下去，然後手呢最前面腳趾前面伸出去。好，你可以伸一朵入一朵，可以按你也可以，按你也可以，按你可以伸一朵哈，存一朵就存一朵出去哈，存出去，按你算一個純站的運動哈，按你一個呢對本能嘅一個腹肌哈，可以同一個肌肉哈綁一下來按你，好。我哋做一個強度嚟做一個強度，因為強度呢，可以做下嚟，我哋用做10秒或30秒，要不然的話我哋都嚟做10秒鐘哈，同一個肌肉哈，往前身體哈往前側彎哈，來開始啊，好，輕輕的板正嚟啦哈，壓數呢可以呢，板凳也腳板也可以，好。按你側也有兩個效果冇同樣哈，按你都板腳趾，按你都存一個二頭肌、四頭肌，這個腳哈可以綁一下來，好，按你板凳了也好，好，我哋今日都來做10下了哈，好，伸出去注意呼吸哈，然後呼吸，吃氧就好誒哈，莫憋氣哦。可以冇憋氣啊嚇，攞嚟板凳來，可以板腳也唔怕，可以板一片腳是最好，開始了哈，呼吸要自然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你也可以做2度，按你提前彎，看你個身體硬高哈，如慢慢的做，對你開始做到一片好，如果做10下做2度3度，按嚟做比多一些一個運動量哈。在聽呢呢同介紹呢哈，如果係側彎，好身體側彎的話，你都同人腳呢盤腿。盤腿呢平盤就好了，平盤就好誒哈，按嚟盤就好誒，會輕鬆一些，會輕鬆一些。但是人家身體完全壓上來的話哈，你同人家身體呢搖啊，按嚟搖啊，點樣看呢也可以哈，人家身體如果會搖下來，左片3度，4度，左片右片，按嚟搖啊。然後今日嚟教大家哈，一個用綁一片的那個體前彎哈，身體的前側哈前彎。好來，我哋嚟做體側伸展哈，一片的
肌群呐哈，要先侧边肌群把它绑一下来，完全呢，手先不用天来哈，一只手长蹲来哈，莫比放倒哈，那说板凳一片，一只手呢压起来，好压起来，可以呢，那个耳拱啊哈，同那个手啊哈，越靠近越好哈。好来，天天的伸展。 啊，呼吸要自然就好诶哈，呼吸较自然就好诶。啊，啊来绑起下呢，也思想呢哈，也头脑呢要想，一个树迷啊，往个延续，存个延续，存一直睇下先咯。啊，唔过伊个延续这样子哈，用想象诶个延续，完了绑一下来，再绑下来。好，一路可以绑一个。 侧边的肌群哈，有左片又有右片，啊，右片嘛，还得同样来绑。一个呢哈，做瑜伽呢，一天要心情快好来，就心情啊，不用快放松来哈，啊慢慢来绑，因为来绑的话哈，伊存在的效果更好啊哈。今日来做1下啦哈，安尼睇天丝风睇都卡做哈，安全注意一下，啊清空一些哈，啊对点的方嚟做。 啊，来做伸展咯，来，我来做体侧伸展哈，来，小手也标好来，压上来，好，靠近耳朵一点点，好来，伸展出去，哦，刚刚好哦，好，要偏有绑到哈，要偏有伸出去，好，哎，开始压没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 好，呼吸哦，7、8、9、10，好，放松啊，轻轻的吸气，轻轻的吐下来。好，弯片了哈，做右手压上来，好，延伸出去啊哈，不用你讲一片，当然一片，好，沉出去，好，绑到一片的肌群哈，绑到了。 啊，用个爽快、个自然的动作，啊来绑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啊，好，轻轻的绑好了，呼吸要调一下来哈。啊，好，安尼路又绑到一片了哈。瑜伽的话，我哋再来面到诶。 好，面到哦。好，面到我有3坑哈，一坑一個中間呢，我有一個也有坑，啊，大下一個膝蓋嘛有坑啦哈。我嚟平平，啊嚟3點接觸咧，一個頭拿上啊屁股啊有3點要接觸。好，右腳呢，啊要屈單腳屈啊，右膝頭呢，係南蹲來。 你可以拿鸦片，也可以拿鸦片，也可以拿鸦片哈。你可以拿鸦片呢，膝盖哈，啊，膝头呢鸦片，是绑到你身体的胸前鸦片，往下压下来，啊，按压强度呢，你就可以调整。同样，你刚刚一下鸦片，同样个抱低下一点哈，都冇刚刚哈，啊来抱膝盖鸦片的哈，来抱住鸦片。好了，开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变下来。好，再来哦，另外一条脚，另外右脚，好，抱屈，好抱屈，七条来，那标呢，好，往自己的身体好，来压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标下来。好，安尼有爽快嘛哈，再来做一个可以调那个背囊有那个顺通顺圆的哈，嗰個用啊哈，一個你看看咯哈，面下來哦，好，一個髖關節曲起來，好，一個身體曲起來，好，手
标在天那下，啊，标在树上贴贴哈。你看到做很多照片来，好，用脚去头呢转到一个照片来，一树哦莫离开啊哈。好来再来，转张来，好右片转下来，好啊头去哦莫憋气啊哈。好来转上来，好按你撸。 按你撸一刀哈，按你撸做一个屈关节转弯嘛哈，按你更加呢哈，按你撸来做10下哈，好，手标上来，好，标进来哈，要髋关节翘上来哦，膝头翘上来哦哈，开始做哟，1、2、3。 好，吸，啊，自然呼吸哦。6，好，心情不用快呼吸了哈。7、8、9。 10，好，抬身，好，按上来，按你有爽快嘛？按你转啊，哈，现在有骨都比快这些，按你酸氧都可以改善哈。今天来做了天一多最后一个祈祷式哈，先跪上来，跪蹲来，好，身体侧一些，好，压下去呢，好，手呢不用下去打下。 啊，往前延伸啊，像摆空样下呢哈，按你往前伸展，好，按你顾下来，按你顾下来，假使我要到前面去的话，可以扭啊往前面，按你，啊手扶摸上来啊哈，手扶把空要掉下来，你可以伸展一抖一抖哈，按你路按到祈祷式哈，祈祷式，啊你今天来做10秒啊哈，开始哦，啊下去哦。 好，啊，自然呼吸，莫憋气哦哈。安尼话可以嘛？有帮到嘛？这个感觉这个帮到的时候才都可以啊哈。啊，这个帮顿来啊哈。可是要自然呼吸哦。好，数数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 10，好，好，看来祈祷式，看来可以不用心情，不用个好，可以伸展前面的运动。好，今日呢，我哋呢哈，也做瑜伽垫方嘅运动嘅伸展啦哈，都更加啊，都嚟结束一下哈。啊，下次嘅课程呢，请准时收看啦哈，再见。